宜德家国际爱在台南教育关怀协会以及台南树德武庙共同办理爱在台南武庙例会，活动迈入第3届举办。主办单位为了吸引更多民众参与，这次特别准备了活灵鞋，要来送给前50名例会民众。因为每逢到清明节，我们全台的水量一定都是降低到0点，所以我们在第3年我们要再办捐血。去年有268袋，我们期待今年会有300袋的破纪录，而且我们今天是祭出龙虾前50名跟手捐，因为我们现在手捐都是捐血人龄越来越断层了，所以在我双胞胎儿子开始能捐血的时候，就带着他们一起捐血，所以今年我推出手捐，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父子3人行一起共同捐血。来回馈社会，阮每位真感谢黄董事长，已经第3届了啦，每次都是超过我们的预算，所以真感谢每年，不是定这个捐血呢，有一寡有一寡对这个管地啊，真虔诚，像阮迄个点火迄个嘛是捐的啊，迄个真大做，迄个嘛真大丈夫，搁迄个万树人气嘛真感谢伊。对阮部位的帮助真大。除了送零鞋，现场嘛有爆米香、冰淇淋、烟尘，为关慧玲补充体力，更邀请陈宇航名利大师为民众看相，和这场关怀活动闹热到参详是园游会同款。这个活动办得很好，对。他是第一次拿到龙虾，是的，第一次捐血拿龙虾。对。公务正无用的区长潘宝书虽然要赶摊，但也特别拨出时间响应这场有意义的活动，抢头向捐例会。宜德家还有公司还有我们的武庙啦，一起共同来办捐血的活动，然后那我也在一早抢头香完成捐血活动。那也呼吁我们的市民好友们，今天到下午5点踊跃来捐血救人一命，一起做功德。宜德家国际清境公益合作活动，持续导入关怀偏乡学童教育资源。防疫部主顶，这次的公益关怀活动得到了大塘休闲事业部等一个单位共同的支持，展现看领有社会关怀力量。和关怀活动不只是医疗支持，更是社会连接象征。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